家收睇兄弟幫 Big Boys Club 兩兄弟，除咗周潤發啦、甄子丹啊、周星馳啲國際巨星之外咧，今集我哋上嚟位嘉賓咧，都可以話係紅遍亞洲以至整個嘅宇宙啦。哈！犀利啊！佢真係上一次上嚟咧，成個廠逼爆晒，今次咧都唔例外啊！佢係邊個啊？尖東忌廉哥，仲有佢爸爸高志成先生。成哥你好，成哥你好啊！上一次上嚟嘅時候都係13年嘅事啦，係嘛？上次上嚟有冇咁大隻㗎？一樣，冇幫佢 keep 嘅你，瘦咗啲，冇幫佢 keep 嘅，佢瘦咗3磅㗎啦，瘦咗3磅5角啊，好似好肥啊！忌廉哥真係哇，哇啲毛係咪好滑啊？摸滑喂，其實忌廉哥真係風靡全香港，甚至乎真係世界各地唔同地方，好似我哋 TVB 一樣，美加澳紐、新加坡咁樣，哇！傳遍全世界。其實3-4年前嗰陣佢 hit 嗰排已經傳過香港啲人都專登無端端唔使無端端買報紙啊，都落去尖沙咀。嗰啲叫咩潮拜啊嘛？係啦，所以佢喺度買包煙、夾報紙咁樣。好啦，去到呢幾年前就話去到頭先你講啦，歐啊、美加啊咁樣咧，都有啲媒體朋友過嚟去採訪佢嘅咩料啊？有冇諗過到底佢咩事咁吸引啊？我都唔知喎，唔知真係點解會咁吸引咧咁樣？去到最近嘅俄羅斯講俄文，佢真係俄羅真係到俄羅斯添啊！嗱，即係慎防大家唔知道忌廉哥係咩水，我哋都用少少時間介紹下隻貓先啦。